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这个1980。1980这个小说嘛，算真精彩，我是安尼想啊，因为迄是 George Orwell 伫咧1949年所出版的英语小说。当然，我印象中世界各国敢若有真侪版本。甚至连中文版的敢若嘛有几个版本吧，就是歹势啦，我从来捌看过吼。所以我是一直到即个台湾版的出来了，我才看。咧看的时阵感觉淡薄啊，叮当。因为这小说真正就是吼含迄个咱台湾迄个白色恐怖时代不了共款。当然。有推荐一出叫做《台湾笔客》。台湾笔客这个戏出，我就感含这个小说会使做一个对应，所以，我伫迄个 YouTube 迄搭遐是打一寡困头打一寡连结啦。当然有一寡相关的信息，你其实去 Google 找，应该拢找会到啦。啊，等到伫这个 Clubhouse 这个讯息栏吼，可能打一寡。使分享的一寡连结，可比讲，原则上就是9点至10点读这个1984，9点进前啦，总共有时间，可能就是读拿纯粹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啊，然后拍算压尾的时阵读一个《烈火闪逝》吼，这个《烈火闪逝》这个算4集，听你讲至少卖25000本啦，我那嘛算袂少啦，尤其是台湾版的。这几年啊，当然册的市草无遐尼好啊，要卖上万本的，至少台文的无多啦。中文的我唔知影，我嘛真久无去注意到中文的这个市草是安怎。但过顶一本超过1万的，我知影是迄个《小王子》18000本啊，烈火闪逝讲是25000本。这2天啊，也是几点钟进前，这个台湾漫游录嘛得到一个。算讲奖项，听伊讲，中文版的伫台湾卖4万本，啊，伫英国英文版的卖万几本，吼啊，迄个台湾漫游录，听伊讲已经要变做戏出啦，拍算是2027年可能会上市吧，敢若是安尼，所以转来这个1980这个，因为1980这个小说一方面。有几个版本，我无去看过中文版的，印象中7个8个吼，因为每一个翻译者可能有伊的手路是啥。啊，目前台湾版是干那这本周永勤先生翻译的，所以周永勤先生伊伫处理这个翻译本的时阵，伊打算要行出另外一条路，迄个另外一条路是伊要甲伊行向较书面语。虽讲我个人感觉台语文的文字化、符号化、具体化，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形式，是言文一致的方向在咧发展。要毋过有一寡人会感觉讲讲还讲，写还写，就敢若日本人因的日语嘛是有分书面语甲这个口语，所以。当然啦，看会到的趋势，世界各国的语言，尤其有文字的语言的时阵，应该拢是言文一致的方向在咧发展。当然，你要达到100%的言文一致，有伊困难的所在。迄个困难的所在，当然有足侪种面向。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有一寡人伊会感觉口说和书面是应该有所争差，这。OK 啦，反正就是个人的无共的观点嘛呢。反正我就讲这个台湾通信，对不对？台湾版的这个1980吼，我感觉是另外一种精彩的程度啊呢。所以我伫确认这大家的连结会使帮参考。好，我就讲啦，图含内拄好，时间内拄好，特别时间咱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那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来读一本拿纯粹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讲这个
开会结集这个小说吼，我感觉真正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西夫人的客兄哦，这个西夫人的客兄是啥？西夫人的客兄是 D.H. Lawrence 的小说，The Lady Shelterless Lover 哈啊，由原来副校长改翻译做客兄，因为 lover 这个词伫世界各国因的文化无共，时阵意思嘛敢若无啥相款，所以我感觉这个开会结集袂输是亲情莫计较，不了乡土，加上西夫人的客兄，内底有一寡又搁咸又搁险又搁笑的一寡内容安尼。好，后手个人证的时间我就继续读落去，大家看朋友你就罔听啦吼，这个啥我毋知要哪念的 ，Charlene 歹势吼，L-I-U 吼，看起来目前台语的作品敢若也无真正分类讲限制级、普通级333。准讲开会结集这个小说有不离险，大概莫讲囡仔人啦，甚至有一寡台语若无够好的人，可能嘛无一定听有迄个险到底是险伫对安尼。好，来，我来继续读落去。这款无钱通开、欠翁弄庙门的日子，本地就艰苦甲袂讲得。搁撞到方向7天转来创治一届，真正互伊无想要搁活落去。照讲40桶的民主是长兴装塔、销火的火头，卖当去外口找查甫人做老实啦，太毋敢咧。因短是惊互方向撞着，办理员的时连半仙都免笑想，即声就惨啊！方向是读军校的正期出业，有上帝伫。有上帝旨的服务义务，若无搁志愿落去，就会当退伍，嘛有资格去考退伍役官兵转任公务人员特考。这是因志愿役阿兵哥才有的好康，录取率嘛真悬。对方向来讲，凭倒顶年间搁较紧快。正经录取了后，有随分发去台湾省政府人事处做资讯管理的业务，嘛有工会送伊去东海大学读硕士在职专班。听讲伫读册这3冬内，有去交到一个顶下伙仔，平平来读共硕士班，生做真水款，或做真妙的公务人员。2个头工来学校报道备课，敢若对看一目就袂得啦。人讲水歹无米子，介意较惨死，是食到什么迷魂药啊？才互因2个客兄伙计斗甲接肉，嘛无人摇会着队中的缘故。方向嘛调工转去代理的厝兄，甲民主臭扬讲伊外口有斗伙计，加热红热爽的话，甲热红热爽的话。嘛讲出来，互民主认心肝，真正是食人够，民主阁无违法，敢是爱到地啊！方向伫丰原也有以早买的第2间厝，规气甲囥伫官网，搬去真庙因兜住，迄种因过才有的汤干蜜甜，真紧就阁捡回来。阁过差不多1冬，方向调去省政府公用事务管理处做人事主任，拄啊好真庙嘛有心啊，这是平天地搁较要紧的代志。为着要互真庙甲北岛内的囡仔有一个较正经的交中，嘛有想要甲民主涉盐米一届，刀断。我无确定伊刀断啊刀断啊断。一刀2断嘛，是涉盐米这，因为那纯粹咧用的一寡足侪种字数，真正我也无毋知影咧讲啥，所以好啦，迄个嘛有想要甲民主涉盐米一届刀断，才袂西北雨落久变咸雨，拖一个屎尾袂得收山，着扫主心定，随便转去代理要甲民主。宪白论输赢，宪白论输赢。好啦，这个看若时间到，转来谈咱的1984。这个 Marina 你着讲听，我毋知你，我都听到偌济啊你。阿进1984这个小说，
我是将来捌读过中文版啊，我毋知大家朋友敢有读过中文版的，迄内底即部小说分一两三部，第二部我感觉是算重点吧，尤其中啊有去讲到迄本册内容，吼，真正有够硬斗，什物瓜头，什物碗糕，什物理论前三啊啥迄，吼，像我要读的即段是安尼啊咧，超过一夜长啦，吼，啊，各位朋友罔听，看这到底是偌硬斗啦。我哋时间到啊，读即个1984。一个党员照其他是袂使有私人情事嘛，伊的热讲袂使小歇一下，伊不管时拢应该爱痛恨外敌甲内奸，欢庆国家的胜利，庇护党的力量和智慧。伊为欠发未死时的生活所感受的不满，拢互党调工刷外。用2分钟收魂之类的手段偷放掉，准有啥物会置身妖疑，也是反叛意识的北上啊？药上3年来我咧读即个252页啦吼。那准有啥物会置身妖疑，也是反叛意识的药上，嘛紧就互家己自早期学到的自我纪律太现实啊！纪律的头一个，也是上简单的阶段，连教囡仔就真好教。先讲叫做做动，做动是一种能力，亲像是用本能会当伫任何危险的想法，强要步出来进行，就甲动咧。这个能力内底包括无法度理解对比，看袂出逻辑错误，当着任何不利影响主义的上浅显的论点，拢会误解。生出啥物可能行向异端的想法，拢会自动压线。讲较简单嘞，做动是一种自保的戇盾，毋过戇盾也无够，拄好倒摆。正统主义讲到底是要求人爱会晓控制家己的心理活动，亲像软骨艺人控制家己的身体遐透。海洋国的根本信念就是大兄哥无所不能，党永远正确。毋过，因为实际上大兄哥并毋是无所不能，党嘛毋是永远正确。处理事实就要有一套用袂善、阁通随时应变的春秋做法。而且的关键词就是“乌白”，这个词和济新讲的词共款，有2个小结的意思，用来形容要甲乌制作白的习惯。用伫党员就是咧讲一种忠诚意志。会照党的纪律要求，甲乌的讲做白。毋过，这个词佫代表相信。毋过，这个词佫代表相信乌是白的能力。佫进一坎是影乌是白，而且放袂记伫家己捌相信乌是乌的能力，这就需要无长暂修改因果。要做会到，爱靠一个包含一切的思想体系，就是先讲的双想。我就讲这，伊本册第1章、第2章、第3章，迄个章名就是可能各位朋友原来捌听到过，就是讲无知就是力量，正经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安尼就是对决的迄个思想，爱用迄种论证、辩证的方式来讲，甲互你信安尼吼。所以这伫读的时阵，足激头壳的会无好读，嘛是即个原因啦吼。所以我想来各位朋友，敢捌读过中文版的安尼，我是毋知影。好，3年你对着，我毋知你有对着无？我是读到即个252页即搭只，伊一个词啦，伊讲自我纪律，毋过我想到的时阵，就是讲有一个讲法啥，自我心三嘛。伫白色恐怖时代，甚至到呾有一寡人个会有迄种自我心三。当然，每一个一个讲法是啥？因为经过白色恐怖，或者是捌互白色恐怖
中大成人出社会食头路做工课的人教过的，而且是真做因的囝儿是说，那总讲因无真明确，而且是真有智觉，恐惊互因教过了后，就拢会相当的人心肝底拢有一个小紧张哟。一直到呾可能佫有一寡人有即种想法安尼。当然，迄含言论自由可能嘛有一寡对决吧。言论自由的范围到底是到底？啊，自我审查到底迄条红线要画对的？有当阵啊，这嘛真歹去讲咧。我想要找迄个，伊讲自我纪律嘛，太现实了呢。自我纪律 ，early acquired inner discipline。伊是用 discipline 的款吧 ，DISCIPLINE，伊就讲咧，嘛紧紧就互家己自早期学着的自我纪律太现实啊。这是什么嘢 ？Acquired in advance by his early acquired inner discipline， 自我纪律。因为伊嘛是设计一个讲啥物2分钟的收训周，吼，每一礼拜敢若2分钟，讲哦，出声啦、大声啦、话来话去、啥，互你消耗情绪安尼，互你讲神安尼，相信乌就是白安尼。所以最近即几年有一个啥物社教判定表，吼，敢若会甲即种党的教育。差不多安尼。好，我毋知三你有对着，我是读到253页，即大家，你有对着是毋是？互你。好，我刷咧读253页，修改因果有必要，理由有2个，一个只是覆盖，嘛会使讲是为着预防，无论是党员也普罗阶级。因会当忍受现实的生活条件，部分原因是因无别项标准通好比较，袂使互因接触到因过，就亲像袂使互因接触到外国，就爱互因相信因即摆日子过甲比因祖先较好，而且边境的物质欠受水准。抑阁直咧爬行，毋过超改因过，加最要紧的理由是为互党被犯错的权威，全部的演说、统计、记录拢着爱一直更新，毋是干那要显示党的一切。变摆拢都准，搁一个理由是单袂使承认的教条也政治革命捌改变过，因为改变心意，甚至改变政策，拢等于是朝令家己软弱。比论讲，后仔国也东仔国，无论倒一个，若现主席是特定，迄个就自来甲永远拢是特定。若是有啥物事实讲另外一套，迄项事实就爱改，毋则历史直定写。对维持政权稳定来讲，经理部理想的篡改因果工课，和阻碍部的定压甲地步工课，并要紧。好，感谢，这段是较短一寡，反正就是咧讲伊咧工课，就讲即种一直爱依持讲。有材料找到的资料，拢是因所承认的事实安尼。啊，我就讲，迄就等于是啥？无都真实面对家己嘛。就敢若最近因淡仔咧讲啥物
民进党有一个台独党纲，吼，1991年的版本，啊，到1999年已经有改啊嘛。啊，毋过伊就是一直遐中国国民党一直叫讲，啥物爱改台独啥嘛。我就讲，因就是迄种想法讲，找到资料拢爱符合因的想法的，袂使有含因的想法对决的。就敢若台湾万有录得到大奖，有一个姓齐的人嘛是逐摆咧靠背讲啥物。啊，迄就是因为含伊有关系，所以有材料去摕到遐个奖啊。过去遐个写中文的，拢无啥物，无即种奖，啥物白先勇啦，啥物陈啥物金啦，啊个啥物碗糕的遐个。所以我就讲嘛，因遐就一直拢无要台湾人出头天嘛。只要台湾小可要布头一个尔，因就是先要互伊死啊。所以我就讲，迄个啥，对咱有材料讲台语的人，应该就是优先甲台语摕出来讲嘛，甚至无需要使用中文华语安尼，除非拄着外国人。啊，毋过有一个外国人，伊就讲，伊来台湾读册的时阵，知影过去有即种乌历史，吼，对这个，那总讲是乌历史，这是用啥个角度做乌历史啊？我无确定咧，即个要安怎讲？因为美国嘛，捌发生迄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甲已经规划做美国人嘅日本人掠起来。因为认定因有可能会破坏因美国的安全，所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甲一寡曾经是日本人、过去是日本人，尾啊透过因的规定法律申請做美國人的即個日本人，或者美國人，因嘛甲咱掠起來，集中伫一個所在生活，啊，等於嘛是集中營啦，含歐洲的集中營當然有爭差，毋過這嘛是屬於侵犯人權的代志嘛，所以這條代志對美國來講是一種黑歷史，也就是講你無應該做，結果你做，啊，毋過對遮所講的這個情形，講台灣發生過這個。這到底是啥個角度做黑歷史？迄個美國人一個查囡仔嘛，真佇台灣，伊攏佇台灣算食頭路吧，還是做工課安尼。啊，就講伊知影時陣，就講相對較少年的時陣，就是有種背骨還是反背的角度嘛。迄台語毋是講囡仔就愈講愈挑工，就講過去叫咱袂使講台語嘛。啊，咱大部分的人，尤其自開始就生長佇遮、生活佇遮、出世佇遮出世的人。就怎啊只好聽遐個大粒女的人的話嘛，就莫講嘛。啊，毋過即個高中來台灣讀大學的即個，敢若是高中來遮讀的款哦。反正就是至少大學是佇台灣讀大學的即個美國的查某囡仔是講，一知了就愈要甲伊反抗安尼，你叫我莫講，我愈要講安尼。啊，毋過伊敢若是有一屆就是講。去台大上課的時陣，頭一屆去，迄老師講誒，啥物？即節課是會用台語來上，啊，伊是一個外國人，啥？你一開始也無講你要用台語上，你即馬開始上課啊，我袂使退出，你甲講你要用台語上，你即馬是安那呢？伊就敢有淡薄去用，毒擊着講，哇，慘啊，安尼袂使。啊，反正就是伊尾啊，才轉來了解講，為什麼有台灣有遮個即種。過去咱無法度遐理解的歷史啦，就講即個台灣漫遊到即個小說相款嘛，所以100年前台灣人咧甲日本人講，台灣是台灣人嘅台灣嘛，一直到咱嘛是共款嘛，台灣毋若咧甲中國人講，台灣嘛咧甲全世界講，台灣就是台灣人嘅台灣啦，其他人免受淡仔咧烏白韓國啊是安那靠北靠腰遮個。再來，準點嘛來啊！即阮已經讀到254啊，我就講伊點仔咧一改遐有誒無誒安尼，來，三弟請講。這是 Erica， 敢有要起來要揚手？歹勢，我無看 Erica 影。好啦。有可能看袂到，所以要安怎互伊坐當起來嘿？好來，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好，來，這點你若對着，阮是一定讀到254啊。因為我拍算今日可能，因為我就講這冊部真正種硬到，一直咧講迄本冊嘛，迄本什麼瓜頭。制度什麼碗糕的，瓜頭制集體主義的理論甲實行啦。我講這真正講得到啊你。好，你搞起來吼，安尼
准弟你有我都先读哦，还是你要迄个啥？你卡要先读？进254，254第5章开始吧。准弟先读会使袂？无听到声音，还是我无声音去？敢是我无声音？254因果会改变这段。因果会改变，这是影响主义的特性。照这个主张，因果的事件拢是客观存在，是干那看写落来的记录，甲人的意义内底，所谓因果，就是连符合记录甲意义的物件，拢既然全面控制所有的记录，嘛全面控制讲员的心智。理路，因果就是当选择要念做的款式，倒讲理路，因果虽然是会修改，是在任何倒一摆等修改，意义因果都照即阵的需要定做啊。阮是最较写模样。伊是 KAH 哦，伊毋是 KHH， 伊是 KAH。无，你卡是有送开呢，你的卡就变 KHAH 啊，爱是 KAH 啊，最甲安怎嘛？哦，你会去互英语砍去，你这是去互英语砍去。我是最佳写模样，这个新版本都是因果，无可能阁有一个无共的因果法存在，法有共代志，一年来就改几摆，改甲月日子，这个原则嘛依然适用。不管是拢掌握绝对的真相，既然是绝对的，当然就无可能各项现状无共。控制因果，上要紧的就爱靠记忆的训练，确保一切文字记录符合基准的正统。只不过是一个厉害性的动作，但是嘛需要会记得。嘛需要会记得因果的事件，确实是像要知会安尼，迄个要知就是需要，还是你买啦？伊即摆是讲 desire， 你想要爱，你要知无？买啊，我要知。嘿，我无爱知，迄个知啊，就是即个知安尼啊。确实是像要知的安尼若是就爱甲个人的记忆灵巧，也是爱篡改文字记录，做了就不爱袂记住，捌安尼做，这款步数就亲像一款心理艺术，是学下来的。大部分的党员拢无当然所巧，报正统的人，来跳不正
你去学英语看去啊，伊是 TSE 啦，卡啦卡，啊，个头前是 TSE 啊。我发觉你，当然我发觉你是毋是头壳内底自动转做，因为即个汉字啊，TSE 甲 TSIT 啊个。可能当初 TSIA 有当咱嘛用共一个汉字，就是这你的，这我的，遮啊按遐嘛，啊这是 TSE 是这啊，用英语来理解是 this，THIS，this one，this，即个、迄个安尼。啊，我感觉你敢若有当过落解就是 TSIA 遮的，你着读这个啥，所以这是毋是你头壳内底迄个语词，迄个词并去互啥物掠掉？因为你头前讲，句讲。甲即号你可能较，你的水平较悬，可能是即号还是啥，我无确定啦。只是有当听，同我的水平敢若无啥共啊。你继续，歹势春人庄。我敢即号我会讲即号。毋过伊这是，伊是甲这号甲真坦白啦，伊这是长开的。对，就甲咱昨看的迄啥物。会使安怎？结果是会死伊，就是水平的问题啊。有讲甲这无甲真特别，叫做形式复制。用先讲就是相像，随讲讲相像的意思，那安尼个加真快。感谢吼，这我就讲这，伊这拢是迄本册内容啦，所以讲真正上个到就是安尼，迄啊，佫有一寡迄个啥，都是差不多是硬正迄种的啦，就是乌的啊硬甲讲做白迄种安尼，所以有当咧读的时阵，当然，就敢若前一阵我看到有人伫咧面册分享。伊咧推导一个数学公式，啊，个数学公式就是上头前，伊敢是写一个啥我袂记，可比讲啊，类似讲2+2等于5，伊就是甲用数学的方式去甲2+2等于5，甲伊推导出来。啊，你安尼看落去的时阵，你若想无够真哦，你真正叫牵去，你毋知中啊到底倒位叮打去，啊，伊就讲2+2等于啥啥啥，啊，佮等于啥啥啥，等于啥啥啥啥啥啥，啊，最后就等于5安尼。你来看是种，你若看无够真正，你中午毋知啥物数来去歪去，你知哦？啊，所以我就讲，这个文字嘛是啊，就是会有一寡，你讲一个啥物数来第几个，差不多是类似安尼啊，啊，就是拢伫咧。激头壳还是咧骗头壳安尼啊，所以会真歹读嘛是即个原因啊。好，我毋知咱请讲。感觉即种情形发生较侪呢，敢若咱进行读，敢若真少即款情形。大概我毋知你有认捌到即种侦查，还是讲你有啥物其他？进一步的你可能先按哈。我所看到的，或者是遐尼大的清查，我就讲周文成先生咧处理的时阵，伊就是要甲伊用书面语的方式来呈现，这是一个。啊，佮另外一个就是讲，1980这个小说内底这个第2部分，因为这是二指教嘛，二指教就咧讲迄本册。啊，当然，即本册是毋是真正存在，我毋知，我无去查，还袂去查。啊，毋过即种巨型的册，敢若足侪论文有即种形式的猫咪主义的理论甲实行，啊内底就是咧讲迄个猫咪主义是安怎，啊，就爱去定义嘛，爱去说明嘛，爱去安怎，啊，然后伊先讲定义了，就爱讲迄个理论的基础是啥，啊，然后伊安怎去做，伊做的过程拄有啥物困难，还是啥物物件是啥，啊，就是，迄就是敢若袂输伫看论文安尼啦，啊，所以。我就讲，伊即部分真正就是会硬到，就是即个关含咱过去所读的，就是讲，至少自我开始认捌台语文了后，然后当然嘛有一寡前辈咧讲嘛，讲啥？讲台语文的发展应该是言文一致，毋过
中文的发展，因敢若无甲原文一致即个话讲出来，伊讲互做什物白话文运动，什物五口写五手嘛，话五手写五口嘛，就是讲我喙讲啥我就手写啥嘛。啊，当然，这我那嘛是属于原文一致的另外一种讲法嘛。只是讲过去伫学校读册的时阵，就讲嘛，中文华语毋是咱的主要语言，甚至我就讲即2年我就甲讲嘛，中文华语是我的外国话，毋是我的生活语言的时阵，等于是你学着中文华语，拢是按课本、按册内底所学着，毋是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学着的。准讲到现主是的2026年，咱会晓讲中文华语的遮个人，目前为止。伊所讲的遐中文华语，可能拢是对课本来，对电视来。电视可能勉强有较接近口语啊，也毋过遐拢是为1920年来诶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伊毋是参像台语文伫福尔摩沙即个土地上无是1624年荷兰人来了后，会使看到文字诶翻译也好，还是记录也好，啊实际上。莫讲1624年，有可能16世纪的1535年，可要讲的，《禁忌》伫明帝国的时阵出版，也毋过来到福尔摩沙遮的时阵，原来嘛有人伫讲遐故事啊、歌册啊，还是啥物七字啊，就有一寡戏出的迄个啥演出嘛。虽然讲迄个时阵伊用是用迄种在来字，也毋过我要讲的是。在迄时阵，可能就是口语上就已经有融合足侪，你文字无一定看有，还是安怎啊？每一行业每一项拢有家己用字嘛，所以台语文或者是台语伫即个语言伫福尔摩沙遮已经上无300-400年以上啊。也毋过因的中文华语，在因中国来讲嘛，是1920年代可能才正式有白话文的运动嘛，含台语的即种言文一致是至少差咧30年至50年啊，因为上起嘛，台南府城教会部是1865年，1886年就开始啊嘛，啊毋过搁较进前迄个什物甘伟人的字词典，也是达马字的遐字词典，伊就记录咱的口语啊嘛，啊遐口语遐字词典是敢若1865年当时就开始有啊，所以对咱来讲，至少对我来讲就是台语才是我的母语啊。啊，华语、中文虽然讲进入体制就开始学，啊，毋过讲一个较无输赢的，搁较安怎学嘛学袂赢中国人啊。所以我毋知准定你是拄仔在讲，含过去所无共，毋知啥物所在使摕出来甲大家分享。人诶赛甲事啊，传快，这洪水啊！我兼做迄个好啊，变少对啊，就是讲，伊，咱应该头有敢若袂，较即种经验较少咧。是，所以来讲，因为伊伫即句是讲，甲这好甲真坦白，毋过可能就是讲思辨，毋过我就讲，我嘛无遐习惯，毋过这是长开啊，讲即号啥，迄号啥嘛吼。啊，即号啥，迄号啥，就是我安怎讲？学台语了后，才知哈，原来我咧讲即落物件、迄落物件，伊真正若要照字、照原底字读是叫做即号物件、迄号物件。啊，毋过台语就是有一个算新单音吧。迄个号的 H 啊，会去互头前食掉去，因为迄个 H 的号的音是哪后是拍开的，但毋过迄个字是 TSIT 的 T 是字尖音，所以伊字后壁加号的时阵，伊就甲号食掉，然后甲迄个号佫变做一路，所以就变照字读，尤其你若写做汉字，你就爱读即号物件，要佫在口语上，即号物件拢会讲即落物件。所以我会叫我打耳拍字时，我拢奇怪，那即这种拍袂出来，你知？就是即个原因。奇怪，那无巴拉啦，巴拉那拍袂出来，奇怪，巴拉是啥物？
啊，贼仔咧，贼仔哪拢拍袂出来啦，奇怪。尾仔才发觉着歹势，后壁迄个无声尾啊，会去互头前迄个贼仔的铁的入声尾，甲食掉，甲产生一个 L， 所以贼仔就变贼仔，白仔就变白仔。啊，即号嘛是迄个号，迄个 H 是哪有拍开的，所以哪有拍开 H 就全无去，啊无去，然后去互头前迄个 TSIT 的 T 的字尖，则字大一个则 L 走出来，就啊，原来如此啊！所以伫读遐个文本的时阵啊，我就发觉有一寡前辈因咧写的时阵，伊为着要表示讲，啊，阮着自细汉都讲即落啊，伊就不爱写即号的汉字。伊就规气写罗马字，写即落啊。当然，白仔、贼仔即个我就无看到因有甲伊写 LA 出来，因为你若写 LA 就，因为迄是实词，算实词，就是讲贼仔就是贼仔啊，你不会因为贼仔变贼仔无共的啊，对无？贼就是贼仔，伊不会。因为贼仔也是贼仔，怎有无共的身份来改变啊？白仔嘛是啊，袂因为白仔甲白仔讲是无共的水果袂啊，伊就是什么 JavaScript，Java Fruit， 我袂记得，哦，类似安尼啊。thief 就是 thief 啊 ，THIEF 啊，不管台语改讲做贼仔还是贼仔啊，所以因目前开考出来就是爱写贼仔啊，只是你念的时阵有当时啊。因咱大部嘛讲话讲足紧的时阵，你袂一字一字读嘛？贼仔走去味，白仔落涂骹，袂啊！你袂安尼讲啊？你毋讲足紧尔，讲足紧就到地，怎就会落走出来，是即个原因嘛？啊，所以甲这号字号甲真坦白，迄个号因为算这样来讲，起码教授讲迄个啥变调变改嘛，就断开啊，毋是咱一般讲。即号物件，即号水果，即号人才，即号啥无共款啊，无共款啊。所以啊，昨迄个会使会输，迄真正两字拢汉字的时阵，哇，就叫输朋友去安尼。好，感谢春日在咱这个国部处理这个部分，我无答案讲要安怎去处理。就问今嘛咧讲第几页哈255页顶悬有一个讲，句讲甲这，嘿，句讲甲这和甲真坦白，嘿 ，reality control 现实控制，伊的英文是 reality control 啦。啊，所以伊伫处理的时阵，伊就照原底迄个版本，可比讲254页顶悬有一个什么啊，袂记得甲会记得，啊，伊的英文就是 memory 甲 forget。啊，这对台语来讲，就是 A 甲 B 的真差嘛。毋过对英语来对，伊就非常怎么讲，就是 forget 和 remember 啦。啊，所以伫即个以后做新讲内底，嘛是一寡字词去缩小因想要表达的迄个字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迄个啥，艾丽卡，你闹着255页，这段是由你读。好。双向表示心内同时保有两个互相冲突的信念，并且拢接受的能力。一个党的知识分子知影家己的记忆爱对倒一个方向朝，所以伊知影伊是咧甲现实并把戏。毋过这个字怎么念？各相相，又是还是拜的意思？各相相。各相相，伊嘛说服家己，讲一切拢无违反现实。这个过程爱有意识去进行，无只记忆都袂调甲准。另面阁爱无意识，若毋是安尼，常行恐真正面来讲啊。对，恐惊见就会。哦，恐惊见就会记甲着早起生出
罪恶感，罪恶感。相什么是双想哈？伊就是伊的英语内底是 double think，就是遐你想两个意思，对 double think。双想是影响注意的核心，因为当上要紧的活动，就是利用有意识的欺骗，同时为着维持目标的定到的款，定到，搁着完全真实。这个应该是诚实，是毋诚实？诚实，超工讲笑话，搁真心甲相信，甲已经无妥当的事实放袂记伫。啊，若是个事实，搁有需要啊，才怎么念？假 ，TSIAH， 假位忘。假位。即个可能忘无，还是忘无，安尼可能因为无确定，因为即两字拢有两种读音嘛。啊，你看你家己安怎看？忘无当中甲跳转来。好人片。好人尽管现实的存在，佮始终考虑着家己好人的现实，这一切拢是必要，袂使欠缺的。连咧使用相信这个词，嘛着运用相信，因为咧用这个词，使用者等于承认伊咧伪造现实，佮用一回新的相信，伊就甲这个认知去掉，就安尼循环无尽。笑话永远。这个是好啦，这个是好话，就是好笑，对，好笑，对，好话。永远走伫真相头前一大步，讲到底，这就是国相信。当有才调阻挡历史的进程到呾，看办事嘛无的确有才调甲接受几千年。好，感谢，对，到这。迄个禁停的停，就是停倒的停嘛，对，顶悬去抓，对无？啊，当然若是尾二抓禁停，停倒的停有无？你看到停倒的停。啊，当然，若是人命生时是听假金嘛，对无？半路抬出一个听假金嘛，程咬金的程啊，对无？啊，所以你讲做几项啊，老师？尾三抓迄个动教材料，动有材料阻挡历史的进停到呾，吼，迄个停。进停就是往前进嘛，高音。毋是，应该是 process， 我咧摇，我看卖，我咧摇，我看卖伊安怎讲。continue to be ab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可能是 continue 吧。我看嘛，搁一解。utility， ultimately it is by means of double think that the party has been able。你要原文的册晓。对啊，我有英文版的。你若看 YouTube， 毋过你有直播无？有，我有直播。我等下互你 YouTube， 你会使看。就是你手机啊，讲这啊，你若有这个，你就会使看 YouTube 就有英文的嘿。你讲你较实际效我就好。哎哟，老师你啊，我的名标起来呢，我足歹势呢。安那标起来，我毋知啥物标起来。你就讲 Erica 啊，就练啥物迄啊？你应该啥物下晡收回，你就收回。我毋知你讲，足歹势，我觉你毋知你讲啥。我迄就是。有一寡字词，我就讲伊咧处理的时阵，真正就是咧较书面语的方式去处理。啊，当然对咱来讲，我感觉这嘛是另外一种学习啦。因为以日语来讲，我所知就是因确实有咧讲啊，书面语甲口语。较早你学的是伊就一寡动作还是啥物话，就讲啊，书面语是安怎啊，口语是安怎啊，所以。当然，我就讲一寡人，伊会感觉，书面语甲口语应该有所差别。啊，这真正目前我感觉，你要安尼自我要求 OK， 啊，我要求我照做，反正目前我感觉应该拢免去加限制条件啦。我是安尼想啦，因为目前台语文的发展，还阁有安怎讲？不哩啊大的空间，我反正张真先生讲是要行出来另外一条路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你有其实请讲。这若讲有看迄种什么定义、什么主义的，拢定定会看到，搁有看论文的，伊拢会相信，搁大可能判官伊讲心内共时有两个冲突的信念，而且拢会当接受，就是这若大一番可能真正大部分都是相信嘛，想无什么事。所以就是伊有当阵啊，伊就用罗马字来表示，有当阵啊，就是用汉字来表示。吼，伊反正伊就是配合伊迄个英文版，伊有两种，毋是一般的表示法，一个是用乌体字，一个是用大写的字，所以精神伊咧处理的时阵，就差不多参照伊的原底迄个英文版到底是乌体字还是大写字，对咧变化。若是大写字，安尼伊就用罗马字甲伊翻译做罗马字，用大写字来表示。若准讲是乌体字，安尼就汉字嘛会使乌字，罗马字嘛会使乌字安尼。所以第这255页，即搭遮上顶挂迄个第二刷，伊就写罗马字相像，伊就写相像。下一段开头，伊就写汉字相像。当然，就讲像即字本身就是有几多种读音读法嘛。目前因为伊的英文是 think，你讲 think 要读做想，还是想大南腔想，还是啥想象吼想什么迄个嘛，对无？所以有当阵就是讲，这就是汉字，互咱一寡到底是要读即个要读迄个的，或者啥多元性，还是无一致性，还是无唯一性？因为伊毋是迄个啥，参照英文字即种拼音文字，你写啥就是读啥嘛。虽然讲有当阵我嘛会目睭花花着，明明看到是即字，嘛想要读即字，过一读出来，煞走去别字。看共款咧共款啊，可能读个内底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叫砍去啊，这是在所难免的。我想要，我拄则看温州雅丁有问迄个册，我有私信互雅丁，你可能无看，你有伫册其实就1984，就是爱买迄本册，然后等下我甲册，你会使看书信，咱讲甲255页，因为即本敢若有纸本册，伊无电子册，无像立会闪是有电子册嘛吼。我听讲，今仔看到迄个台湾网友就无电子册，有啥册？所以讲即摆册伊的出版的定义是有3种形式嘛，一个就是纸本的册，这纸本的册伊会使用电子档案的方式去呈现。不过另外一种电子档案的方式是用声音来呈现嘛，所以等于是这3种的形式拢无相款，读的感受可能嘛无共款，或者是你用听，迄个较无共款的感受嘛。所以有的人我买才发觉着讲，有的人其实3种伊都可能拢会去买，伊可能3种拢会去买安尼。当然再看迄本迄个文本对伊的意义，还是对伊的价值是啥呢？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后一段较短，准直读好无？还袂挑战哩大，255到250来个，这一半，可能到一半呢尔。你读较短，对无？嘿，即就是上尾即段255页即段，到250迄较短，即个互你读。应个花桃尽款豆，云端硬正去，要讲硬正，迄个正啊，硬正咧。都是因多软啊，
变五变交五，交五骄傲，无法度自我调整，去适环境变化，全方引导，无就是因变开明变软正，应该是煞进步，嘛是方引导，也就是讲因多大，那毋是无意识，就是有意识所定。因社党创造一个思想体系，两种条件内底同时并存，这是一项成就。无别项的知识基础，会当互这个党的统治永远延续。若是要统治，要继续统治，就爱甲现实感超互乱。统治的秘诀就是爱相信家己不会犯错，复业迄个权力通为应过的错误无教训。好，感谢。然后这个所在，我想要请你第四节你搁读一届。第四节，也就是讲安怎？多大若毋是无意识，就是意识所定。哦，对，按即届就读共迄个谈拄则尾啊第三stra共款嘛。若是要统治，若毋是无意识安尼，应该是拿，因为讲即个拿有两个读音嘛。所以伫即搭遮，应该是你尾啊即届读的，我感觉应该是较我认真读安尼啦。哦，即段毋知啥物想法看法无？迄个甲现实感超互乱，这我就感觉真正就是足违反人性诶。啥 ？If one is to rule and to continue ruling, one must be able to dislocate the sense of reality. dislocate 从我乱就对啊啦，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拄着过，就是讲伫公司啊，伫倒安尼，有当也是我衰小，拄个主管的真正甲逐个创我读甲戆戆安尼，就袂去麻烦伊安尼，敢若母家己的代志母甲百个水啊，无法度去麻烦伊安尼，我就讲真正是真害安尼，公司阁袂倒哦，莫名其妙，我毋知影，毋知咱台里朋友阁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我感觉咱应该是袂使来准备压尾，我今仔搁读了一定会破表的。虽然讲我感觉后壁啊，应该会使迄种，安尼几好，4页无5页。好啦，无咱暂时到遮好啊，咱准备来压尾。我做一个记录一下，咱来读一个烈火闪逝。来，安尼顺序是毋是由你先开头？咱来铺陈一下。手的日子，会结做一场那亲，会结做一场，会结做一场那偌深偌遥望梦庙，伊是梦庙。外梦庙的乌暗感觉，头前光后抓，请保庇。好，感谢。安尼，迄个啥，
三年你要先读无？我先读吼，是过偌久，偌济桥才行来这，假使无细算，你陪袂记的人若卡袂着，换步修的日子会做一球越深越大越茫渺的黑暗感觉，头前有光，后蛇，请保庇阮爸哥是不定的人。好，感谢你看罗马字读，啊，毋过有当到你的字是迄个去哦，英语看去，我无确定。好，来，我先读讲话，即个你读啦吼。铺陈是过偌济解桥，才行来遮，假使无细算，你要袂记得人若卡袂着花，默默收的日子会结做一球偌深偌大偌茫渺的黑暗感觉。头前有光，后蛇，请保庇阮袂阁是铺陈的人。这硬到了吧？来，你看我你读一个，你有通读无？无听声音是无开麦克还是？好，开啊！来，有声音吗？好，铺陈是几若济桥才行会来遮，假使无细算，你要袂记得人若卡袂着花，默默收的日子会结做一球偌深偌大，那茫渺的黑暗感觉，头前有光，后蛇，请保庇阮袂阁是铺陈的人。好，感谢。这真正迄个啥，先有中文者改做台语的迄个感觉更较强烈。可能迄词真正，无细算，这就是那。伊是要讲无识算了。无，伊是要讲若无详细去甲算啦。啊，当然。是讲失算啊，识算。无，伊是讲，因为伊头前先讲嘛，是爱行偌济桥，才有代了行到遮啦。伊可能爱行来行去，过来过去，就讲，有一个就讲吼，有一寡，有一寡较有会啊，是自认较有资格、较有经验的，就讲啊，什物，我过桥比你行路较长嘛。啊，当然另外一句要话就是讲，我食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嘛。啊，伫即只遮，伊敢会是甲迄句讲，我过桥比你行路较长，迄个过桥足济，所以就讲是爱过偌济桥才行来到遮安尼。这当然我是猜想，我毋知影。啊，伊就第二句就讲什物意思，讲你若搁去看中文啦，就讲你若毋是去算，你无去算，你毋知影嘛。啊，毋过若台语大概袂直接安尼讲什物无细算，一般当然要去解释讲详细算安尼啦。我毋知准题有啥物看到啥是啥。人生大事，胜利都又来了。这个算就是讲算好几种意思啦，应该是伊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咱无用这个。袂用安尼句型啊，嘿。袂安尼词对啊，词袂安尼用啊。哦，奈何桥是，延续顶个迄个机球几百届迄个就对啊。啊，过来就是迄个卡袂着，
伊讲若吸袂着花，一般当然我是干那要口语嘛，吼，就讲吸袂着。想要用动音，爱用吸袂着花，想要念动音啦。当然，有可能就是讲你大海无看挂。哦对啦，这当然就是讲，你感觉重点是啥？啊，而且你若去看伊的罗马字，伊毋是家当做一个词伫咧用，因为一般我就讲我个人的体感就是，吸袂着就安怎，吸袂着就安怎嘛。啊，迄个吸袂着就安怎是安怎讲？动不动，那用中文来理解是动不动，好啊，所以变成讲，伊敢若是甲吸袂着，甲伊当做要去吸什么货嘛，对无？吸着涂骹，吸着壁，吸着啥嘛？啊，种吸袂着花，啊，当然吸袂着花，讲讲无法上岸吧。啊，当然讲我讲伊的中文啥，都快忘了人，要是碰不到岸，碰不到岸，这个。对哦。啊，你无木收落爱去买咱要收去换，要收去换顶啊，所以你去看，爱袂遐看起来。啊，当然，不管是下骹看起来，还是花顶看落去，一般咱来讲像花，对无？甚至日本时代，就讲你要坐船。离开对无？离岸嘛吼，啊，即种起落船的意义，拄啊100年前海绵现主是拄啊倒摆，安怎讲倒摆？即马讲上船是准备要离开，啊，毋过以早的上船，以早是讲上船，上花落船，嘿，100年前是讲。上花落船，为什么是落船？即马是上船，以前是落船，为安怎？因为即马船足大只啊，你一定是爬起哩。啊，以前的船是咧水边嘛，水一定是比花较低，所以你是按花顶跳落去，所以是落船准备要离开。啊，你靠花的时阵，船的船钱含花是较低，所以你要爬起来。啊，所以这因为。可比讲，即个船即种工具会无共款嘛？较早的船袂偌大只啊。当然，可比讲荷兰时代伊嘛有大船、小船，要毋过迄个时阵的语感可能就是甲当做讲，哦，你是落船上花，啊，毋过即马就拢变成另外一个讲法啦。哦，不管伫即搭遮吸袂着花，用伫水面的时阵看到起来，还是看起来。吸袂着，感觉就讲，我就感觉怪怪。虽然讲是木木秀，一般当然直觉是讲上花嘛，对无？你伫水面也好，船顶也好，还是有一个浮动。看会使吸着啥就啥就对啊。吸物件就对啊，用即个理解安尼啊，所以伊这就是或者啥，名无客栈内底过迄个要过奈何桥时阵，步落迄阵啥民河哟，步落民河想要紧上花就对啊，吸袂着时阵咧步收安尼。好啦，用你个敢若嘛是袂歹哦。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顶就是讲，咱若讲1980啊，到春尾啊，读文字咱就会去读即个离火相识，嘿。对哦，这是雅金哦，歹势YACHCHEN，好歹势。对啊，铺顶嘛，嘿，铺顶，我哪读者想紧就是变铺顶啊呢？铺顶迄是较脆诶。后来吼，你看伊即摆用即笔吼，
哦，信嘿，对信，对，有现实。啊，咱若咱中文吼，咱即个即马为小者用即个几字，甲信是中文是共款的。我知影阿文讲。我知，就讲中文，伊敢若是伫中文内底，敢若是一个号做正体字，一个是异体字。啊，对台文应该是有争差吧？是毋是？我好奇去查一下。通头是信吗？对无？名姓的信嘛，对无？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所以讲，即个无通头的是丁，啊，若通头的是信，对台语来讲是安尼，啊，对因中文来讲，因敢若我印象中，就敢若伊的温相款嘛，对无？温玉夹温嘛是有两种写法嘛，一个是顶悬是熟嘛，或者是认嘛，啊，温玉夹伊家己是因是写字的即字，啊，毋过有当阵啊。你的输入法，还是你的电脑手机显示的时阵，有当阵可能显示袂出来，或者是你去拍的时，我的输入法就是，伊都一直互我迄个内底一个人的，伊毋是内底一环的，啊，所以我就变成爱较麻烦安尼。啊，即个点嘛是差不多是即个概念吧，我无确定。所以台语的温可能是两种字拢读温，温暖的温嘛，温度的温。抑毋过心甲甜，伫台语内底是有分的，就敢若啥猫甲麻，伫中文内底是当做正体字甲异体字安尼。啊，所以这我嘛算台语文歹学的所在，因为中文你要凊彩那写拢会使写，啊毋过台文就是有争差的。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拢是人啊，对啊，系啊，毋是一环的啊，所以一环迄个，即马对教部内底可能家当做异体字啊，当做异体字啊。对人的名姓来讲，我感觉两种拢捌看过，因为较早伫校读册时阵。就是我看过，敢若两种拢有人写，就敢若有一个名姓做钟嘛，钟嘛有两种写法，啊，叫即两种写法，敢若嘛拢有人用，有的人是金铜，有的人是金钟，啊，所以毋知因当时开始分家，我毋知影，啊，所以温即个部分敢若嘛是安尼，好，安尼毋知咱台顶嗰边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来在准备哦，准备帮来压尾高点。感谢吼，反正我就讲，总是对一寡字，还是事，还是现象，会使有一寡家己的想法嘛。即嘛等于是啥？练笔晓，还是练？就讲对文字的掌握，迄一定是爱经过训练的啦。你讲像李白即种，毋知当时就开始。听目啊，怎讲什物？就是顶世人早来遐个材料，这是因为自细汉就啥物铁杵磨成绣花针。就讲真正有足侪人是足无相款的。当然，我看到的记录内底有一个做啥？庭坚晓，王庭坚，就讲伊去做某一个县是县长还是啥？就县令还是县长无毋对嘛吼？就讲咧，到有一年连续3工拢做共一个梦，啊，到第3工的时阵奇怪啊，连续3工啊，啊无第3工嘛拄啊代志处理甲差不多啊，无才去顺看会使找着啊，佮真正有找着，啊叫当时也是顶世人来
转世啊你。啊，当然这是个记录，事实到底如何，这真歹苛刻啦。啊，当然，你若捌注意过，可能嘛有一寡报道的事件，吼，可能听讲印度敢若较济也是安怎，就是讲顶世人安怎，啊，一世人来到遮呢。啊，所以其实若准讲福客遐算事实，安尼到目前为止有发生过，或者是有材料记录，可能是1/10,000，或者是100万、10,000,000,000。现主是全世界人类80亿，你讲有1000个、2000个有即种情形的哦，毋知影。目前看到的记录有该留做文字的，是毋是真正我袂记一人？美国一个算心理师晓还是啥？伊有去收集，敢若3000啊5000个即种叫做病例，就讲莫去用印度的，因为另外一个是差不多顶世纪款，我袂记着，有一个美国嘛是心理师威斯利，伊就去伊的病人去找伊做心理治疗的时阵，就开始讲以早甚至顶世人的故事，要毋过有人会怀疑讲你这有一种引导式的怀疑。啊，最近的敢若嘛是一个心理医师是，互遐的人家己去讲，啊，家己去讲了，伊才搁去根据伊所讲的内容去查、去找，啊，听讲是敢若有1000至3000啊，至偌济。较实影敢若真正就是顶世人伫迄搭遐生活，啊，即世人成做即个身份安尼。啊，所以即个物件。伫亚洲遮，伫台湾遮，就是有即种叫做啥面煲汤的即种，对咱来讲嘛，有面煲汤即种共同记忆嘛，吼拢是啉的，啊无安尼可能类似的记忆吼，可能你会憋去安尼，这嘛袂使，而且合理的解释。啊，当然，拍甲尼远，搁转来讲，就是你有当中对你来讲一寡字一寡事，你会使有想法看法，啊，你家记录落来了，就成做你的作品嘛。啊，当然，这作品在过去我毋知影是啥。廖准讲哦，甲写落来好，画落来好，就已经完成啊。尾即阵无咯，无安尼简单咯。不管是画还是字，有当中要成做一个作品的时阵，可能要经过3届、5届、10届以上的修改。尤其我著讲前阵啊，我遮读迄个啥期末教授遐个诗作嘛，啊伊嘛定伫面册分享，就讲有当中啊。那有灵感无灵感，迄有当中迄工的作业紧甲慢，就真差。紧的时阵可能5分钟就牵少起来，啊慢的时阵可能规半点钟、几点钟，啊好啦，无今仔就安尼就好啊。所以这有当中就是牵涉着讲你读下内底对这个字词有掌握到什么程度，然后要安怎甲伊呈现，啊这拢是感觉对我来讲，我感觉这拢是爱去磨过还是雕过啦，大概我目前是大概无种能力讲什么，伫遐吉头壳一个，啊然后毕业咧紧诶，家己字就造出来，50字、100字，啊就成做一个真好诶作品，可能至少我即世人可能是无法度啦。因为时间诶关系，毋知咱第一边，好，请讲，嘿，请讲。我即马嘛写应该嘛有30条啊，吼，我的经验就是讲吼，你若对伊即个词嘛，因为拢是先有词，伊查到即个词，啊，再来写嘛，所以对即个词若有啥物想法，你个先甲写，想到就甲写，先甲写2句起来，啊，若法度搁发展落去，啊，就差不多写会了，啊，若有写一半。写袂落去啊，啊，就先甲藏诶。所以就是讲若有想法，先写咧，啊，才甲才搁甲后壁搁甲添落，会有可能甲一首诗写好完啦，写好完。啊，若写要搁讲写较好诶，迄是搁另外一个展出啦，嘿。好，感谢准伫甲咱分享，吼，所以嘛是较早伫学校诶时阵，老师就讲。啊！你平常时就开始收集啊，对无？对一字一个词发展出一句，啊，无头前无后壁，无要紧，即句先留落，
吼写过了，佮我等你一个汤仔底，还是放喺一个什么所在啊？年久未深，还是扣到久了，迄内底就甲轻出来，佮摕来一句斗来斗去，就使斗出你的作品啊，嘛是袂歹啊，应该是种方式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啊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头网分享网交流。好，今仔日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好，再会。